各位朋友，歡迎嚟到城市論壇。嗱，今日嘅節目咧一定係非常之火辣辣。咁啊，原因咧就我哋係講終極普選聯盟所提出嚟嘅最近提出嚟嘅政制方案。咁其中有一個最熱點咧就係功能組別究竟應該今後何去何從咧？咁佢哋最終咧就話應該咧就係全部咧取消佢，咁啊代之而為一個咧就係基本上咧就係類似直選嘅咁嘅一個方法。咁啊，我陣間個內容咧會請佢哋嘅即係相關嘅朋友咧就提一提究竟係內容係乜嘢。咁啊，剛才啦，方剛議員咧就一開始咧就呢個節目越嚟越熱鬧啊咁。嗱，佢受歡迎啫。節目熱鬧係任何人都希望嘅，但係問題咧，我會發現到咧，相信大家同意咧，我哋今時今日嘅熱鬧咧，係其實係表現咗社會兩股相當可以講得對立面相強嘅一個矛盾力量喺度嘅。嗱，呢啲嘢究竟係代表乜嘢呢？政府要深思，係唔係我哋嘅社會上面根本上係有好多矛盾嘅地方嘅制度係要去處理啦咁。好啦，言歸正傳，我哋介紹下現場今日台上4位講者嘉賓先。喺我旁邊嘅係陳家樂，5區公投運動副發言人，歡迎你。大家好，早晨。旁邊嘅係何宗泰博士，立法會議員工程界嘅代表，歡迎你。早晨，早晨。咁啊，旁邊咧就係方剛議員，係立法會議員批發零售界嘅代表，歡迎你。各位早晨，早晨，早晨。仲有係馮偉華先生，係終極普選聯盟嘅召集人，歡迎你。大家好。好啦，咁啊要提到終極普選聯盟嘅方案，咁不得不咧請馮偉華咧稍作1-2分鐘，簡單介紹下你哋嘅方案嘅內容係乜嘢，有啲乜嘢係值得市民支持嘅咧？嗱，我哋1-2分鐘啦，就講個終極方案啦。我哋期望2020年應該就要全面普選。咁啊，普選個方式好簡單，全港我哋希望咧有100席嘅立法會嘅議席。咁啊，50席咧就由呢個而家咁嘅分區直選去產生。咁啊，呢個方法就而家大家熟㗎啦，唔多講。第二就係有50席，希望咧就全港名單直選。咁呢一個直選個設計咧，其實就一定係一個公平平等嘅真嘅普選嚟嘅。咁我哋要求係廢除功能組別。咁喺2020年係應該冇晒功能組別嘅。點解呢？其實一陣間可能多講啲啦。但係其實幾大理由啊。第一就係呢個制度係功能組別係唔公平嘅，係一個唔公平嘅制度。第二就係佢代表界別利益，其實係好狹窄，唔能夠代表市民嘅全面利益。第三就係咧，其實過往我哋睇到功能組別裏邊嘅好多唔同嘅議員咧，佢個投票取向啊，佢個工作啊、出席率啊好多，全面都係即係睇到咧同直選議員咧有相當大嘅差距。咁我哋覺得呢一個制度本身咧既唔公平，亦都唔能夠真係反映到一個嘅均衡參與，亦都係維護一啲小圈子嘅利益咧。我哋覺得要取消嘅。嗱，今日咧我哋請到咧2位咧就係功能界別嘅議員咧，但係我嘅觀察咧，佢哋都相當勤力嘅，一位方剛啦，一位何宗泰啦。咁但係方剛咧就一聽見呢個方案之後咧就話：咁啊唔掂，即係等於要炒咗我啫，我真係好大保留啦咁。方剛，你點睇法呢個？係啊，我就覺得我覺得個功能組別咧係有保留嘅價值嘅。我認為香港咧，你大家都知道咧，我哋係以經濟為主。如果全部大家都係以民粹嘅嗰個觀念去做咧，香港就唔會成為一個經濟嘅中心。所以我喺功能組別嗰度咧，我就係代表咗批發零售，我係包括有啲大商家，亦有好多小商戶喺度嘅。我就係極力支持功能組別存在嘅，但係當然唔係以而家目前呢一個咁嘅形式。我都同意嗰個選民基礎係狹窄。咁個選民基礎係點樣放大佢呢？咁首先呢，我哋唔好理建制派又好，泛民派又好，大家手上呢係攞咗超過1/3個否決權嘅。如果大家企硬呢，呢個政改一世都冇得改善嘅。所以我就認為呢，大家應該説出一個善意，攞個誠心出嚟，去點樣改善。但可唔可以呢？你唔好話終極方案或者係中途嘅方案呢，試一試呢一個功能組別擴大咗嗰個選民基礎，然後呢喺嗰上邊可唔可以有個共識出嚟呢？咁我希望大家喺呢一方面呢係着眼去睇，就唔好太過激烈嘅就話功能組別要取消啊咁。如果你話一個功能組別要取消佢哋呢，我哋今時今日大家有30席係立法會，點解有咁樣嘅諗法呢？
就係因為個政府嘅諗法就係希望均衡參與嘅。咁如果你一開聲就話要取代咧，嗰30席直選議員企到硬嘅話咧，對嗰個政改方案向前行去民主咧係原地跑步咧，大家都冇得益嘅。好，咁啊，除咗要多謝方剛議員同埋馮偉華議員之外咧，亦都要多謝咧就係現場嘅朋友。剛才個討論相當好，原因就係馮偉華講嘅時候，方剛講嘅時候，兩邊朋友都喺度靜心聽，冇靴冇柴台。請大家俾少少掌聲自己，呢啲就係香港嘅存在嘅價值啦，好嘛？好，阿何俊泰，嗱，有人話咧就呢個方案咧係叫做兩邊都可以做得到嘅，就橫看成嶺側成峰，基本上咧就係既保留咗功能組別嘅實際參與嚇，但係咧又睇唔到咧真係有功能組別嘅形式存在，你贊唔贊成？但首先咧。功能組別就喺殖民地時代1985年開始嘅，嗰時定咗咧係一個係循序漸進嘅模式，均衡參與，照顧各階層嘅利益。咁呢個係功能組別當時產生係咁樣嘅。咁經過一段時間咧，一路做對變啦，係咪？咁我哋即係亦都希望係大家睇到個政向前行。可能係嗰個功能組別之中嘅議員咧，我係其中一個比較開放啲嘅，亦都係我認為咧。如果跟人大常委嘅時間表，我哋應該盡量跟佢去係能夠達到能夠2017年可以係普選行政長官，2020咧係普選立法會全部議員。嗱，可以即係話咧喺立法會要有2/3通過啲第三部曲要做到先得。咁呢個大家努力咯。呢個我係不嬲都講呢幾句説話嘅。我認為咧係人大常委俾到個時間表我哋啦，呢個係好重要。但係中間點樣行法咧，我哋要傾。咁我覺得終極普選大聯盟咧，佢提嘅方案有可取嘅一點就係佢哋係放棄咗爭取人大常委都唔同意、唔會接受嘅2012年嘅雙普選嘅要求。咁呢個佢哋係冇要求到嘅，亦都係決定係只係討論係其他嘅模式點樣達到嗰個常委嘅要求。咁所以我亦都係工商專業嘅政改動力嘅發起人之一。我已經同阿馮偉華傾咗2次㗎啦，我哋希望咧最終達至大家一個可以協調到嘅方案出嚟，我認為係有得傾嘅，所以我覺得呢個階段咧我係抱一個好樂觀嘅態度。我認為一個民主社會係有矛盾冇問題嘅，有矛盾大家都可以係民主方式去處理個矛盾，只係我希望咧係大家係一個理性嘅討論。今日我睇到係真係達至到，我覺得都非常好。呢個係主持嘅英明啦，但我亦都認為咧係如果能夠係某個時間，就算係2020年咧，我公開講過嘅。